我们动态主持人。立法委员，以前的立法委员洪以清的洪以清啊，三点水一个够那个洪。再次跟大家介绍一次，他是博彦，他是嘉伟，他是雅琪。大家好。相信呢，大家经过了今天的读经会考，都已经更上一层楼了。这就是读经的受益。经书是含蕴常理常道，教导人生常则常行的书。读经是读最有价值的书。读具有高度价值的书，可以直探人性本源，汲取人生的智慧，启迪自己的理性。读经文化让人生的各项规划全面启动，就像是滚动的流水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我们感谢上天、诸天神圣，让我们经典文化继往开来，让我们承接美好的未来。我们感恩过去，展望未来，祈祷自己能更增加智慧，增加慈悲，增加勇气，增加感恩，增加尊重。现在我们邀请前人和各位点传师上台，为我们传承这颗圣贤的经典球，给我们的评鉴人员。再请我们评鉴人员将这5颗圣贤的经典球传到每一个小朋友的手上，希望透过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的恩泽，将孔圣人的这5项智慧、慈悲、勇气、尊重与感恩深植在我们的心中。等一下，这个活动是所有的人一起来完成的哟。那最后。